今日要匿喺睡房呢度錄嘅，因為本來就諗住星期一先至飛去德國避一避，因為我講過啦，屋企咧有啲大廈嘅，因為防火牆嘅原因咧，要入屋搞啲嘢，搞一個禮拜。誰不知咧，突然之間佢話唔好啦，我哋不如早一兩日到啦，我哋驚到時完成唔到喎。咁梗係嚇一嚇啦，咁我因為下個禮拜翻嚟係星期五啊嘛，咁如果你唔得嘅話，咁到時我咪攣晒氣揾唔到你噶嘛，咁啊好啦好啦，照入嚟啦，咁所以咧就今日有工人入咗嚟啦，就開咗部分嘅天花，就拆咗部好大嘅冷氣機落嚟，誒、你見到呢幅相啦，呢嚿嘢咧就阻住咗我錄影嗰個位置。咁同埋咧，你幅相俾大家睇啦。落我呢個單位咧，究竟天花上邊係點嘅咧？原來假天花上邊咧，真係見到有啲牆身咧，你見到呢埲牆後邊就係其實我第二個單位嚟㗎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做過工程，可能會熟悉啦。呢啲間隔牆咧，尤其是單位與單位之間要防火嘅，咁所以咧佢咁樣漏咗咁多窿咧，其實係真係唔合規格嘅。其實嚴格嚟講咧，睇翻我以前喺美國則樓做咧，佢就算封咗依窿咧，都未必達到美國嘅規格，因為美國嘅規格咧，甚至你見到金屬嘅位置咧，都要噴晒一啲防火嘅物料嘅。But anyway 啦，呢度佢哋有佢嘅做嘢方式啦，同埋我係有個租客啫，你快快脆搞掂，我都好快就離開英國啦。咁尋日好開心啊！有兩個以前同我一齊工作嘅舊同事過嚟英國林肯呢度。咁其中有一個後生嘅小妹妹咯，我成日叫佢，因為佢一個好開心嘅年青嘅香港，我唔想用港女呢個名嚟形容佢，不過佢真係港女啊嘛。好開心喺過去嘅9個月，佢都喺倫敦生活啦，仲喺我上次提及過嗰個匯豐嘅位置，即係 Canary Wharf 嗰邊咧就生活嘅。咁另外一個男同事咧就喺香港過嚟一個星期，就住喺 Manchester 嗰邊，喺朋友嗰邊就特登過嚟呢邊一日咁啊，我就帶咗佢行咗圈啦咁。帶佢哋行個圈嘅時候咧，就其實我自己好少咧，好似個導遊咁，哇！真係行到腳都跛啊！咁但係咧睇到好多我之前其實冇好仔細睇嘅嘢嘅。咁例如咧其實大家見到呢幅相咧，其實真係幾靚喎，林肯呢個風景。我就同佢哋講，因為我啱啱嚟嘅時候，我嘅上司咧就帶我周圍行啦，咁同我講咗原來咧喺我哋林肯嘅 High Street，即係最旺嗰條街咧，有一個嘅咖啡店。咁呢間屋仔咧，其實喺一條橋上邊嘅。據講咧，就係依家英國仲喺一條橋上邊嘅建築物嘅最古老嘅一間咁樣。即係林肯都幾多 number one 嘅喎，即係除咗話第一部嘅坦克車喺度啦，曾經Cathedral 呢個大教堂亦都係全世界最高嘅建築物。咁原來呢一個咁少嘅coffee shop 呢個屋仔都有佢嘅故事嘅。咁一路行嘅時候咧，我自己察覺到咧好多啲雕塑，唔知大家記唔得？好似喺香港啊，我唔記得咗個公仔係乜嘢啦。總之就周街都見到個公仔，就係油咗啲唔同嘅色彩嘅作品上去，好似係一啲畫家畫嘅嘢。咁我冇乜印象嗰個動物係乜嘢啦，好似係一個動物嚟嘅。但係今次咧，我又見到同一樣嘅嘢發生喺林肯喎。咁今朝咧，我就同我另一半落去行個圈，又每日嘅公式化嘅例牌動作都係飲杯咖啡啦。咁經過咧就見到呢嚿嘢喎，呢嚿嘢就係我尋日成日喺街上面見到嘅一嚿嘢。咁上面大家認唔認得色彩咁鮮豔嘅油畫來自邊個手筆啊？就係梵高啊嘛！大家睇唔睇得出呢個雕塑係咩樣？係乜嘢嚟嘅咧？呢個雕塑咧，其實就係一隻大笨象個 pat pat 啊，前邊就係咁嘅樣嘅。我覺得呢隻大笨象真係非常之可愛。咁然後側邊咧都畫得好靚。咁所以咧，英國林肯，甚至我諗英國好多地方咧，佢哋係好識將藝術融入喺佢哋嘅生活裏邊嘅。咁講咗咁多啦，其實我每一次啲開場白都好似長咗少少。今日大家睇到我講嘅話題啦，咁其實咧就係講緊美國嘅一種叫抽籤移民。有人譯咗佢叫做
樂透綠卡啊，樂透即係用英文譯翻 Lotto，即係我哋香港嘅六合彩咧。好啦，其實咧喺幾集之前同大家講過一個話題，我係爭咗大家呢一套片嘅，因為係講翻我點樣去移民到美國。咁就開始今日嘅題目之前，又送首歌俾大家先啦。嗱，上次咧我咪揾到傷心酒店嘅時候，原來發覺咧都有另外一個版本嘅台語版嘅傷心酒店，仲係一個外國嘅女仔唱得好好聽嘅。今次咧我送俾呢首咧就係喺我美國嘅時候做電台咧，我有段時間唔知點解成日同我嘅拍檔講開一首歌，我哋都好懷念嘅。咁呢一首歌咧就不停咁喺度同聽眾講，我喺度揾緊㗎啦，我經常終於係俾我喺三藩市一啲好舊嘅鋪頭一隻 CD 揾到呢一個版本，係一套香港好舊嘅電視劇嘅主題曲。但係我揾到之後咧，有聽眾就話：哎呀，都唔係我揾個版本嚟嘅。呢首成個好似教堂歌咁樣。咁究竟我講嘅係乜嘢歌咧？一首歌之後開估。呢首歌咧就係、是《心有千千結》嘅主題曲，由石修同鐘玲玲合唱嘅。咁當時咧就係、是、由李琳琳主演嘅。咁但係我揾到呢首歌嘅時候咧，我電台嘅聽眾就打電話上嚟同我講好失望喎，因為佢成日諗住係第二個版本。原來尤雅小姐都有一個版本，而嗰套亦都係一套叫做《心有千千結》嘅作品。裏邊嘅主角咧，如果大家年資有咁上下，可能會認識秦祥林同埋甄珍小姐。我對呢首歌咧就其實唔係好認識，咁我亦都有錄咗落嚟。咁喺節目完結嘅時候，我仲掙扎緊，究竟播呢首歌好啊，定係播另外一首係我上次揾到傷心酒店唱台南台語嗰位外籍少女，我又揾到個新少少嘅版本，我又覺得唱得幾好聽，仲掙扎緊。咁啊，到節目完結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啦。好啦，講翻今日正題先。今日嘅正題咧就係我點樣去到美國嘅咧？其實去美國嘅移民嘅方法咧，好大部分傳統嘅咧都係靠家人啦。咁我自己嘅案例啦嚇，就係我家姐去美國讀書先嘅，咁然後佢就同一個華僑結咗婚，咁然後就申請我媽媽過去。咁我媽媽就隔咗幾年就申請到就過咗去啦。
咁跟住咧就我媽媽同我家姐都不同咁用佢同我哋嘅關係申請，但係當時我哋聽到咧就係如果兄弟姊妹申請咧係非常非常之耐嘅，多數你預咗唔成功，咁但係咧就父母申請會快啲啲。咁我就其實都有申請緊嘅，估唔到咧喺大概我諗30年前啊，1993年、94年左緊啦，無情情咧我收到我喺德國住嗰個大家姐通知我，佢話原來我抽中咗呢個嘅所謂 Lotto Visa。呢個 Lotto Visa 就令到我喺1年之內咧就好快咁，唔需要等我阿媽申請咧，我就已經過咗美國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嘅標題就係話，究竟有冇人成功過先？咁個案例咧就係我自己啦。咁我自己就好少中一啲獎嘅，我最叻嗰次其實我覺得都幾叻㗎啦，就係同另外一位朋友我侵落去買嘅夾粉嘅六合彩，中咗5個字啊！嗰次咧中咗6萬幾港紙嘅，咁一人分到一半都唔錯啦。咁其餘嘅時間我都唔係好有抽獎命，但係估唔到咧去美國就靠抽獎。咁呢個抽獎嘅Visa 咧，佢就叫做 DV 啊，Diversity Visa，Diversity Visa，咁係咩嚟嘅咧？咁我亦都諗緊，喂，30年前我咁樣嘅方法過咗美國，其實嚟到2024年嘅今時今日，仲有冇呢支歌仔唱嘅咧？咁我就八卦咁就上網睇一睇啦。估唔到真係有喎，仲喺度嘅喎，亦都好多 YouTuber 咧就解釋依家個情況係點樣，要小心啲乜嘢。咁但係我發覺咧，呢啲 YouTuber 就全部都係講國語嘅喎。咁我就不如上官方網站就望一望依家究竟嘅情況係點啦。因為始終我提過啦，我睇 YouTube 咧當參考嘅啫，永遠都係睇翻官方網站為主要正確嘅資料來源。咁終於俾我揾到，咁原來咧仲係有嘅，但係一場歡喜就一場空，因為本來我主要講呢個話題嘅目的咧，就係我喺香港一個識得最耐嘅舊同學，可以叫做兄弟嘅啦。咁其實佢成日都同我講佢想移民嘅，咁但係其實佢喺小學嘅時候係由北京搬嚟香港嘅，咁所以咧佢係冇 BNO 護照嘅，咁所以佢就唔可以靠 BNO Visa 去移民啦。咁佢太太亦都係來自國內嘅，咁但係佢又好想走喎。咁呢啲係佢個人嘅立場或者嘅取向啦。咁我就尊重，但係我就不停咁諗有咩方法咧？突然之間呢個抽獎嘅抽籤呢個嘅 Visa 令我諗起佢，但係原來睇真啲，原來佢有一份文件嗱，大家見到呢份文件咧就係官方網站出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每一年咧佢都係喺10月零咧就會出新嘅計劃俾大家上網去登記抽籤嘅。咁每一年都會有個新嘅版本，咁所以咧依家喺網上邊我只可以揾到舊年2025年嘅呢個版本。原來最令我詫異嘅咧就係香港已經被剔咗出嚟。而連同中國大陸一齊都剔咗出嚟，更加令我詫異嘅咧，就係澳門反而冇事。澳門點解冇事咧？原來澳門咧就係因為佢哋當咗係葡國嘅以前嘅殖民地，但係唔知點解香港佢哋就唔當咯喎。咁呢啲唔知會係咪有啲咩嘅政治原因啦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呢個所謂嘅Diversity Visa 咧，DV 咧嚇，我哋叫做 DV 簽證，其實就每年咧都會有55,000個 quota 俾全世界所有佢哋認可嘅國家。咁喺呢一份嘅文件裏邊咧，其實都詳盡列出晒所有邊啲批嘅國家㗎啦。亦都有每一年嘅更新，就係好似呢一版睇到舊年2025年嘅更新，就係香港連同中國大陸就不包括在內。咁就唔係冇方法嘅，因為咧呢個 Visa 好特別嘅，呢個簽證咧係可以
老婆仔女一齊跟過去。咁當譬如話假設啊，如果我正話所講呢個兄弟佢係單身冇老婆的話咧，佢仲可以考慮一個方法，就係娶一個老婆係喺呢個 DV Visa 嘅認可國家嘅地區嘅出身，即係佢哋嘅國民啦。嗱，呢啲包括咧，我而家 cap 咗一張圖，就係亞洲地區嘅，都幾多㗎，有泰國啦，有新加坡啦，有馬來西亞啦，日本都有喎。咁大家可以如果想睇呢一份嘢咧，可以睇翻頂頭呢個名，自己 Google search 下 download 呢個 PDF 啦。如果你想我直接俾你嘅，你可以click 落我呢個 YouTube 裏邊有條 link 入我 Facebook，然後你私信 PM 俾我，我就 send 呢個 PDF 俾你啦。咁我又唔係鼓勵大家去一定要移民嘅，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幾特別嘅一個方法，係可以唔使錢。嗱，最特別咧佢就唔使錢，可以有老婆仔女父母跟埋去，但係有啲特別嘅小心嘅要求，就係第一，因為係抽獎咧，佢都知我哋好多亞洲人咧就中意係咁博大霧，即係咁 apply。佢有個系統咧，如果佢知你重複咧，就會取消資格。即係每一個人只可以去申請一次，而夫婦可以獨立咁申請。但係如果你想帶老婆仔女去美國一齊住嘅話，一齊移民嘅話咧，你就申請嘅時候要申報晒佢哋所有嘅資料。嗱，我自己過來嘅經歷咧，因為講緊係30年前啦，佢申請登記入去抽籤係非常之簡單嘅事。30年前我家姐幫我申請嘅時候咧，係見到喺德國嘅時候，佢見到一啲嘅可能係華人報章啦，有啲咁嘅廣告喎。咁然後佢就要嗰陣要寄信入去嘅，就俾嘅資料好少嘅咋，名啦、聯絡啦。咁其實咧簡單嚟講咧，如果大家想知嗰個詳盡嗰個要求咧，你可以自己打呢個 DV Visa 或者所謂嘅樂透綠卡呢個計劃 ，YouTube 都有講嘅。咁但係雖然話登記好容易，第一佢免費啦，第二老婆仔女父母可以跟埋啦，第三學歷要求唔高嘅，學歷要求咧中學都 OK 嘅啦。咁然後工作要求咧，其實係2年，同你嗰個學歷、你所讀書嗰個嘅技能係有關聯嘅2年嘅工作經驗。呢個係最新嘅舊年嘅版本啦。咁但係其實咧，我嘅個案咧就係登記咗抽到獎，去揾我嘅時候咧，始終有一關係要過嘅，就係所有外國嘅國家，如果佢容許你去入境攞個綠卡或者係一個永居之類嘅一個身份咧，佢一定唔會想讓你嘅，咁佢會好驚你冇錢啦，會要用佢哋嘅國家資源啦。咁所以咧，當時我被抽到嘅時候，除咗話我要證實我所有申報嘅個人資料係正確啊，我嘅學歷啊，我嘅工作經驗啊，甚至啲僱主推薦信之外，佢係仲要我一個喺美國嘅擔保人，係一個 declaration 係確定，如果我有咩財政上嘅需要咧，呢個擔保人要孭飛嘅。嗱，佢又唔似 BNO 咁話要確定你要幾多錢啊，幾多錢，佢唔使嘅，只要你唔好搞到我哋政府得啦咁樣咯。咁所以係有咁嘅要求。嗱，另外一個咧就係當年我唔知而家會唔會有咁嘅要求啦。我有少少擔心嘅就係我仲喺度好彩過咗呢個年齡啫。當年好似係25歲之前過去咧，可能要服兵役嘅。咁依家我唔知有冇呢個要求啦，嗰啲有少少驚驚地。咁就咁樣我就過咗美國噶咯。咁然後咧就一路好順利咁揾咗份工啦，然後一路做落去，咁就眨下眼5年就宣誓攞埋要考呢個入籍試，咁就攞咗一個美國公民嘅身份。之後咧其實我又覺得始終我個國民身份雖然係美國啦，但係美國係一個多元文化、多種族嘅國家，其實咧佢係好尊重我哋唔同嘅文化，咁所以咧我哋會好多時都你會聽到啦，叫做 Asian American African American 之類嘅稱呼嘅，咁所以佢哋會好尊重我哋，唔係話一定我哋入咗美國籍咧就
要真係咁大美國主義嘅。好啦，講咗咁耐之後呢，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，自己可以去睇睇啦。你至於問我究竟過咗美國之後開唔開心？我可以話俾你聽呢，我自己冇問題嘅，係一個好舒服，同埋呢美國太大啦，即係我曾經講過啦，好似嚟英國嘅時候，你唔可以話我中意英國定唔中意英國，因為你只不過去過倫敦。因為其實一個國家咁大，英國已經好多選擇啦。如果你去到美國呢，你嘅選擇更加多。咁我喺加州嘅時候呢，實在係天氣好好啦，陽光充沛啦。嗱，美國人呢係比較直接嘅。嗱，因為講緊呢，全部都係我喺加州洛杉磯自己嘅經歷，唔代表所有，譬如話紐約啊，其他州份可能係有唔同嘅經歷啦。咁我分享到嘅就係，華人社區已經好成熟啦。我個年代咧，其實都開始已經有茶餐廳啦。依家去到一啲嘅港式西餐，有晒香港嘅電視喺電視機上邊播緊，完全係同香港住係冇乜分別嘅。咁就所以係，如果你喺自己嗰個小圈子去生活咧，係幾舒適嘅。同埋瞓覺又舒服啦！我曾經記得咧，我去嘅時候咧，又係啱啱周潤發成日都喺美國生活嘅時候。我仲有一次咧，除咗嗰排有好多明星都過咗美國㗎，例如吳宇森啦、洪金寶啦。有一次喺港式西餐食晚飯嘅時候咧，嗰日係唔知點解一個人啊冇嘢做，冇人煮餸，我就落咗去一間茶餐廳。洪金寶原來喺度喎，咁跟住咧高麗紅真係幾好㗎，佢會揸車嚟接佢老公走啊。咁所以咧就嗰種嘅生活其實就好容易係俾香港人去習慣嘅。咁但係咧，我見到你話究竟去完之後，好多香港嘅人都話香港最好㗎啦，大灣區最好㗎啦。其實我自己見到個案例咧，我差唔多見到識嘅每一個去到加州嘅香港人都唔諗住翻嚟嘅。各有各佢嘅原因啦，各有各佢中意嘅地方啦，但係各有各都對香港啊，無論其實唔好講政治啦、天氣啊、價格啊，所有嘅嘢或者生活壓力啊、生活節奏啊，我哋美國嘅時候揸架車去超市，然後嗰種嘅悠閒嘅感覺係唔同嘅。咁當然佢有佢嘅問題啦，佢依家越嚟越塞車啊，曾經有啲污染嘅情況，咁但係各有所取咯。我只可以話俾你聽，我認識嘅咧都好少喺加州翻嚟香港居住，都係喺嗰邊一住就住咗好多年㗎啦。咁至於你話好多人依家擔心嘅槍擊事件啊、槍械管制啊之類嘅嘢，嗱，我唔敢代表所有嘅人去講呢樣嘢，但係我喺美國住咗6年，我每年都翻去2-3次探我媽媽啦，我屋企人。已經20幾年啦，30年啦，眨下眼真係30年啦。頭先講緊嗰個嘅 DV Visa 係30年啊嘛，咁30年我就喺美國一支槍我都未見過，真係一支槍都未見過，連一次暴力事件我又未見過。咁好多人講緊依家，因為點解我講呢個問題呢？英國依家突然之間即係好多咁嘅示威啊，甚至叫做暴動啦，去襲擊一啲商鋪啊、人啊咁樣。其實呢樣嘢咧喺每一個國家都會發生嘅，咁同埋咧真係有事發生，例如嗰個年青人去即係殺死咗3個小妹妹咁樣，當日你唔會知佢會咁樣做嘅，咁所以只可以你提高警覺咯。嗱，例如真係有啲咁嘅突然之間有啲浪潮，佢哋會暴動嘅，咁咪少啲出街咯。咁至於係咪一個恐嚇性、警告性話依家好嚴重啊？點樣針對我哋嘅新移民之類嘅嘢？尋日我喺香港過嚟個舊同事就佢都係好後生嘅年青人，佢話都冇乜啦，都唔似我哋講咁嚴重。咁講翻美國嘅生活嘅時候咧，好似我啱過去咧，好似等於我哋覺得美國話好暴力啊，成日開槍砰砰砰啊。因為我哋其實喺電影裏邊睇到噶嘛，調翻轉我啱啱到埗嘅時候咧，甚至我工作嗰間公司啊，佢係一間建築師樓啦，佢哋每一次有新職員咧，佢哋有啲 newsletter 一啲嘅 memo 派俾大家介紹下發發 join 咗我哋啦，咁佢喺香港過嚟嘅，第一個 feature 佢會 feature 我，
我明明講咗，佢問我識唔識 martial art，即係咧嗰陣因為洪金寶啊、成龍啊、李小龍嗰啲好 hit 噶嘛。我話我唔識嘅，我話仲解釋俾佢聽，唔係個個香港人都識 martial art。佢就同我整咗個卡通片，即係一個 animation 一個卡通就畫我喺度打 martial art。即係佢哋都對我哋有啲咁嘅觀念，又難怪我哋都對佢有咁嘅觀念嘅。所以我只可以覺得咧，喺呢段時間咧，就通常一啲民主嘅國家都會有示威啦。示威通常就好大機會俾人哋騎劫咗啦。騎劫咗之後，就通常有啲人又反對，覺得你哋好過分啦。咁跟住就可能除咗警方去鎮壓之外，亦都可能兩派兩邊就喺度打啦。咁我哋可以做到嘅，身為一個小市民，就係見到呢啲情況嘅時候，除咗唔好參與之外，就盡量唔好去突然之間嗰度知道有事就唔好過去睇咯。咁同埋如果你話做店鋪嘅，驚佢哋打爛嘢嘅，尤其是我哋做唐人生意嘅或者華人生意嘅，你門面咧又多玻璃啦，又有嗰啲招牌係中文啦，佢哋一定 target 你啦咁樣。咁講真啦，你可以避得幾多呢？其實主要就係話你做咗呢一行生意，如果你真係有個地鋪，就係做一啲生意嘅話，某程度上，如果我係做呢樣嘢呢，譬如我開咗一間餐館咁計啦，其實我唔會好安心話就咁有啲玻璃喺度嘅，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啦，都會落閘啦，其實美國都會嘅。咁唔好話因為呢啲暴力事件，你先至會去做呢啲安全嘅措施。尤其是我哋英國咧，我聽講好多喺香港過嚟嘅朋友開咗一啲餐館之後，佢哋未必係日日開嘅，有時咧開3-4日。如果你話另外嗰3-4日我唔開嘅咧，我係幾唔安心。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東主嘅話，我係一定會裝翻一啲設施去保護咯。咁呢啲唔係真係因為暴力事件嘅，咁所以只可以大家我唯有小心啲啦。但係到呢一刻，我喺身邊我見到一啲好得人驚嘅嘢發生咯，亦都等於我喺美國咁多年一支槍都未講過咯，未見過咯。講漏咗一樣嘢嘅，正話嗰個點解叫 diversity visa 同埋點解佢唔侵香港玩呢？佢有解釋嘅。咁我提過啦，正話嗰份 PDF 嘅文件裏邊咧都幾多資料嘅，其實就幾容易睇嘅，唔係好長篇大論。但係我都曾經講過一個好快嘅方法，如果大家想睇一啲好重要嘅資料呢，就睇啲 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嗰度咧，我就睇到點解佢哋唔批部分嘅國家咧？因為呢啲國家全部喺過去5年，佢已經超過咗5萬嘅移民入咗去美國啦。咁呢個係違背咗點解叫 DV visa diversity， 因為佢係想普及化，唔可以俾某啲國家係好大量嘅移民入到嚟。咁所以DV visa 係有佢嘅作用嘅，就係正話所講啦，保留佢哋美國多元文化嘅呢個傳統咯。好啦，今日講咗比較耐，咁結束今日節目，送呢首歌，究竟播翻尤雅小姐嘅《心有千千結》好啊，定係播呢個